香港美國商會最新報告顯示，就香港美企94%對香港法治抱持信心，而92%跨國企業係無意將區域總部遷離香港，超過一半對未來12個月商業前景表示樂觀。報告就好似一面明鏡，清晰映照出國際資本對香港未來投下堅實嘅信任票。踏入2026年，全球經濟局勢波譎雲詭，地緣政治嘅不確定性為各個經濟體帶來咗嚴峻嘅挑戰。喺呢個背景之下，香港憑藉住一國兩制之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唔單止穩住咗陣腳，更加展現出強勁嘅發展韌性同埋吸引力。香港美國商會最新公佈嘅2026年商業情緒調查結果報告，清晰反映喺香港嘅美資嘅心聲。香港始終係美資理想嘅投資熱土，香港穩定同埋可預測嘅營商環境，令到投資者可以放心喺呢度大展拳腳，尋找商業機會，拓展企業版圖。必須一提嘅係，美國商會調查顯示嘅數據同投資推廣署日前公佈嘅駐港公司同埋初創企業數目雙雙創紀錄增長，可謂不謀而合。兩者相互印證，共同勾勒出香港作為國際商業樞紐嘅蓬勃生命力同埋無限潛力。法治一直都係香港引以為傲嘅核心競爭力，亦都係國際企業長期紮根嘅定心丸。美國商會嘅調查顯示，對香港法治抱有信心嘅美企比例由2024年嘅79%、2025年嘅83%，進一步躍升去到2026年嘅94%，呈現穩步上升嘅軌跡。與此同時，74%嘅受訪企業明確表示，香港國安法嘅實施並未對佢哋嘅營運造成負面影響，而且呢個比例喺過去4年係一直攀升嘅。上述結果有力咁樣駁斥咗外界某啲不實揣測，證明國安法一法按香港，喺維護國家安全嘅同時，更加保障咗社會秩序同埋營商環境嘅穩定，令到企業可以喺清晰可預期嘅法律框架之下安心經營。香港嘅法治優勢並唔係偶然，佢嘅背後係悠久嘅普通法傳統、高度專業嘅法律服務隊伍同埋獨立公正嘅司法制度。呢啲元素共同構築咗一個國際商界熟悉而且信賴嘅爭議解決環境，成為香港吸引外資不可替代嘅軟實力。建立信心唔可以單憑感覺，更加需要紮實嘅數據支持。政府統計顯示，2025年母公司喺內地同埋海外嘅駐港公司數目增加至11,070間，按年增長11%。初創企業數目則躍升去到5,221間，同樣錄得11%嘅增長。我認為呢兩項數字雙雙刷新紀錄，成績斐然，凸顯咗無論係實力雄厚嘅跨國企業，定係充滿活力嘅創業新星，都視香港為拓展業務嘅理想之地。仔細咁樣睇駐港公司嘅來源地，內地3,090間，美國同埋日本各自有1,550間，係位居前3嘅。英國770間，同埋新加坡590間，顯示香港作為連接內地同世界市場嘅超級聯繫人角色，備受來自世界主要經濟體嘅投資者認可。而從行業分佈嚟睇，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5,100間，以及金融及銀行業2,390間係佔主導。呢個同香港自由港地位以及國際金融中心功能係高度契合。我認為外資選擇香港、落戶香港，信心好大程度上係源自對特區政府管治效能嘅認可。以美資企業為例，香港美國商會嘅調查顯示，78%受訪美企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對佢業務關注嘅回應有效或者係非常有效。政府嘅積極體現咗喺一系列促進經濟發展嘅措施上邊，包括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協助國內企業經香港走向世界。透過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同埋提供政策或者稅務優惠，成功吸引超過100間頂級跨國企業同埋外資落戶，加速發展北部都會區，拓展土地同產業空間等等。
政府唔單止睇得見企業嘅需求，更加主動創造機遇。現屆政府積極為香港搶企業、搶人才，大大優化香港嘅營商環境同埋人才庫，成功令到香港走出新冠疫情造成嘅經濟陰霾。呢個亦都完美咁樣解釋咗點解香港美國商會嘅最新報告顯示，33%嘅受訪美企計劃未來2年擴大在港投資，57%計劃維持現有水平，清楚顯示投資意欲係非常之積極。事實上，外資企業用腳投票嘅背後係對香港綜合營商環境嘅理性評估。香港美國商會嘅調查揭示咗企業最為睇重嘅香港優勢：國際連通性67%企業認可，資本自由流動66%企業認可，作為中國內地門戶嘅獨特角色52%企業認可，以及簡單低稅制50%企業認可。對外資嚟講，呢啲優勢並唔係孤立嘅存在，而係香港眾多營商優勢嘅疊加，形成咗難以被其他城市複製嘅競爭力組合。展望前路，挑戰固然存在，環球市場動盪、主要經濟體政策轉向、科技變革加速等等，都增大環球不確定性。可幸嘅係香港底蘊深厚，韌性強勁。更重要嘅係2026年係國家15五規劃開局之年，國家邁向高質量發展嘅新征程，必將為香港帶嚟前所未有嘅機遇。香港美國商會嘅調查係一份嚟自信任嘅成績單，更加係對未來嘅期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就指出，本港經濟全年錄得3.5%增長，較最初預期為好。整體投資亦都明顯加快，去年第四季錄得按年10.9%嘅顯著增長，喺連續4個季度錄得正增長，全年累計增加4.5%。毫無疑問，國際社會嘅理性投資者一定會繼續睇好香港嘅制度優勢、法治根基、營商環境以及聯通內外嘅橋梁作用。數據唔會講大話，企業嘅投資意向同埋計劃更加唔會講大話。外資對香港有信心，無疑有助鞏固廣大市民對香港未來嘅信心。我深信喺特區政府嘅帶領之下，香港定能把握當下難得嘅發展機遇，一齊克服外圍風浪。未來喺國家發展嘅壯闊航程之中，香港扮演嘅角色一定會更加吃重。香港嘅前景亦一定會更加亮麗。